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先顾巴肚，则顾佛祖”。这句话是讲，爱先有家己饲好饱的才调，再来去顾家己的信仰。见摆若有啥物灾难发生的时，也是有啥物宗教活动，真侪人拢真有爱心，想要捐淡薄仔钱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毋过，要甲人帮助进前，嘛着爱看家己的能力敢有够遐。假使参家己都食袂饱啊，是要安怎共斗相共咧？不过，这都是台湾人可爱的所在。有时家己都无咧偌好过啊，嘛要尽淡薄仔心意。是讲嘛着要提醒大家，甲家己照顾好好，才有气力帮助别人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